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3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创世纪13章第1节到第7节，14节到18节，腓立比书第3章第2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标。虽然我们经常听人家说要有人生的目标，可是许多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设定的目标不同的，无论是在事业啦、家庭啦，特别是在我们看到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呢，到头来很多人就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看似我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目标，但是真实的却无法掌握。不但是大环境无法掌握，最重要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也无法掌握。曾经听人家说过一个例子，一个事业家呢，他到中国去投资，果然呢，就如他的目标一样，事业有成。出入呢，有名车，也有司机，家中有美娇妻，也有孩子，看起来都很顺。但是呢，有一天他却因为过于劳累而英年早逝。结果呢，他一生的目标所达成的成果，就是太太继承了他的事业。年轻的太太呢，后来又改嫁了。就因为近水楼台嘛，他家的司机就成了公司的新主人，也是成了他的家庭的新主人，他的儿子的媳妇。人生的目标通常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去控制的。创世纪13章第1节到第7节，14节到18节记载的当时候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希望亚伯拉罕能够照顾他的孙子罗德，但是非常可惜的，到最后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却因为财富而相争。经文这样说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牧人就相争。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一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保罗在经文里面提到他自己的服事，过去呢是自以为义的，就成了极端法利赛主义者。他以逼迫教会为乐为义，但后来他蒙召以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了。
他非常明白的人生不再是自己的目标，而是要追求上帝所插的一个标杆，并且要勇往直前。腓立比书第3章第2节到12节，保罗劝勉加拉太的基督徒他说应当防备犬类，要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收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律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为有损的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呢，都还没有达标，因为上帝的标仍然在我们的前面，直到有一天我们得见主面。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绊倒扑倒。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的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弃我，不要远离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际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恳求上帝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能力，
愿意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上帝所为我们插的标杆，愿意跟随他的脚中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